入秋之後，街市一眼望到尾都係金黃色嘅南瓜，圓碌碌、重身又甜香，拎上手就聞到淡淡瓜香。好多人都話南瓜係養生寶貝，通便、護胃、幫瞓，仲養眼。其實南瓜真係幾友善，由果肉到瓜子，甚至瓜藤同瓜花都可以入餸。不過好嘢都要識食，配搭唔啱或者份量失衡，某啲人食完會覺得滯、脹，甚至令血糖飆升。今日就用最貼地、最通俗易懂嘅講法，慢慢講清楚。南瓜點樣食先叫啱？邊啲配搭最易中伏？邊幾類人體質要小心？先講點解咁多人中意南瓜。南瓜口感綿密，帶自然甜味，老人同小朋友都肯食。入邊有水溶性膳食纖維同果膠，呢兩樣嘢夾埋一齊，好似柔軟嘅掃把同保護膜。纖維可以吸水膨脹，增加便便體積，推動腸道慢慢喐動。果膠會喺腸胃表面形成薄薄一層膜，減少食物直接摩擦，對成日有胃氣、胃唔舒服、容易胃酸倒流嗰啲人會溫柔啲。再加上南瓜入邊有 β 胡蘿蔔素，入身之後會轉成維他命 A， 幫手維持夜間視覺同角膜健康，皮膚氣色都自然靚啲。仲有一點好多朋友忽略咗，南瓜含有色胺酸，係合成血清素嘅原料之一。血清素唔係神藥，但喺規律作息同均衡飲食之下，晚餐食少少南瓜羹，整體上對放鬆心情、幫助入睡都有一定輔助。講到瓜子，輕輕風乾炒香，每日一小撮，帶嚟新美同植物固醇。咁至於瓜藤、瓜花，快手春湯或者清炒，纖維高、熱量低，夏末秋初清清咁食一餐，幾舒服。不過南瓜再好，都要記住一個底線。佢本質上係澱粉類食材，你食落口嗰份綿密同甜香，背後就係碳水化合物。對一般人嚟講，只要總量拿捏得好，問題唔大。對糖尿病朋友嚟講，就一定要用等量替換思路。今日想食200克蒸南瓜，就喺主食度扣翻半碗飯，唔好飯又食，南瓜又食，再加埋粟米、番薯、芋頭，咁就必爆。配餐方面，南瓜宜配蛋白質同好油，例如係雞胸、豆腐、雞蛋，少量橄欖油，再加大量非澱粉蔬菜，好似菜心、椰菜花、油麥菜，咁樣整體放血糖平穩度會好好多。烹調亦都要留意，南瓜唔需要太多花神，蒸焗燉已經好夠。蒸熟之後打成泥，可以2次加工做羹。焗南瓜角落少少，橄欖油同香草，甜味會更加明。燉湯嘅時候配合少量嘅瘦肉、菇菌，溫潤又清甜。做甜品就點到即止，唔好成日煮糖水加煉奶，口舌之欲滿足咗一陣，但血糖同負擔就跟住嚟。而家到重點，6個最容易中伏嘅配搭，唔複雜，記住3個字：唔硬冚。唔好同場大量硬冚錯峰食，減量食已經可以避到好多坑。第一個禁忌，南瓜配羊肉，兩樣都偏溫熱。好多易上火體質，口乾口苦，胸口灼熱，便秘，食完會覺得更燥更脹。想食唔係唔得，但係分開1日2餐，或者加白蘿蔔、冬瓜去調和會舒服啲。炆羊腩可以加入蘿蔔，南瓜就留喺第2餐做羹，錯開時間就唔易，火上加油。第二個禁忌，南瓜配醋，酸性會令到胡蘿蔔素等敏感營養嘅利用率下降，安全冇問題，但係浪費咗好嘢唔抵。如果個菜式一定要用醋，記住少量淋上台先點一點，唔好一早就落醋同南瓜一齊煮耐，咁樣營養流失會更明顯。第3個禁忌，南瓜同菠菜一齊煮。南瓜入邊有維他命 C 分解酶，長時間同煮會令到菠菜嘅維 C 打折扣，營養唔會即刻消失晒，但唔抵食。想兩樣都食到，分開時間食更加實際。或者先快炒菠菜起碟，南瓜另起鑊整羹，最後先輕輕合埋，減少長時間接觸。第4個禁忌，南瓜配番薯，呢個係典型澱粉狀澱粉，一餐入邊兩樣都食到飽，好多人會脹氣、打嗝、反酸。要食就用等量替換，呢餐有南瓜就唔好再加番薯同粟米，或者將主食飯面扣翻份量，留個位俾南瓜，腸胃自然舒服。第5個禁忌，南瓜配大型海魚或者高致敏海鮮。部分人本身對甲殼類或者深海魚蛋白敏感，南瓜多糖、多酚同蛋白結合，可能加重消化負擔或者誘發過敏。呢個唔係人人都禁，但敏感體質要小心，先由少量錯峰食試起。
宴客唔熟悉客人情況，就避開呢種配搭，用雞、豬、豆腐代替，穩陣好多。第6個禁忌，南瓜配紅棗。紅棗皮粗纖維多，南瓜粉內亦飽，兩樣大量同食，腸胃弱嘅人好易積滯。想做甜品可以南瓜加少量小米或者燕麥，紅棗就當點綴，落幾粒提香已經夠，唔好一煲落堆堆棗。講清楚禁忌之後，解答一個常見迷思：南瓜可唔可以降血糖？坊間流傳嘅講法，好多時係源自動物實驗，用高純度南瓜多糖，甚至係注射。呢啲情況同我哋日常食嘅蒸南瓜完全唔係一回事。臨床觀察反而見到，糖友食200克普通南瓜，餐後血糖多數會升。最科學做法就係當主食處理，有南瓜就少飯，有南瓜羹就少麵。咁仲可以用蛋白質同油脂拖慢吸收，例如南瓜雞胸碗、南瓜豆腐羹配一大碟青菜。甜品控可以用南瓜配少量燕麥、少糖、少油，口感照樣做到面。再嚟3類人特別要留意。第一類，胃熱熱燥，成日覺得胸口灼熱、口乾口臭、大便乾結嗰啲人。南瓜偏溫，食多會上火。呢陣飲食以冬瓜、白蘿蔔、菜心為主，南瓜減量或者隔日食會舒服啲。第二類，急性尿道炎、膀胱炎發作期間屬濕熱，飲食應該清淡偏涼，南瓜暫時擱低，等穩定先慢慢重啟。第三類，對葫蘆科敏感人士，極少數人食完南瓜會痕癢、紅疹、肚瀉或者氣促，懷疑就即刻停，之後避免所有含南瓜嘅食物，必要時揾醫生。日常操作唔使複雜，由點揀開始就安心好多。同體積揀較重嗰個鹹水粥。外皮要完整，冇軟斑冇異味，瓜蒂乾而結實，顏色自然帶霧面最靚。太油亮可能打蠟，唔等於一定唔安全，但係要洗乾淨先煮。最重要係味覺警報，一切開或者一入口明顯覺得苦，千祈唔好食，因為苦味可能意味葫蘆素偏高，煮幾耐都唔會無毒直接掉，唔好可惜。清洗方面，南瓜屬厚皮果，龍殘大多喺表面，流凍水加刷仔已經足夠。筍連皮焗或者烤，可以鹽水或者蘇打粉水快浸3到5分鐘，再擦洗縫位，抹乾先切。切南瓜要穩陣，先切走兩端，放平面向下對半切，再用匙羹挖乾淨子囊。刀要利，板要乾，慢慢嚟，唔好心急。瓜子可以留起風乾，低溫烤香，裝密實罐。零食每次1小撮，適可而止。烹調上邊保持清短穩，清即係調味清爽，唔好用過分濃烈醬汁蓋過南瓜本味。短即係時間唔使拖得太長，蒸到啱熟就好，太耐會散水又失味。穩即係火候穩定，唔好忽大忽小。蒸完嘅南瓜可以做2款，一半打泥做羹，一半切角焗香。打羹嘅時候加洋蔥同原味豆漿或者清雞湯，回鍋加少少胡椒即成。一家大細都啱飲，夜晚飲1小碗，暖胃又唔滯。儲存亦都簡單，完整成熟南瓜唔使入雪櫃，放陰涼通風位，可以擺幾星期甚至幾個月。已經切件嘅，用保鮮膜緊封切口，盡量2至4日內用完。打成嘅南瓜泥或者煮好嘅羹，密封冷藏2日內食。咁想放耐啲就分裝冷凍。炒香嘅南瓜子記得放密實罐，乾爽就唔易潮，風味保持得更好。配餐示範再講清一次，跟住做就穩陣。晚餐可以做南瓜雞胸藜麥碗，200克蒸南瓜，半碗藜麥配一份香煎雞胸，同1大碗沙律菜，淋少量橄欖油，加檸檬汁。午餐可以南瓜豆腐、滑羹加清炒時蔬。南瓜蒸熟打滑，加入嫩豆腐粒同少少蝦皮提鮮，旁邊炒碟菜心或者油麥菜。茶點時間，南瓜子1小撮，配杯暖水，夠啦，唔好當零食狂食。打邊爐想落南瓜，記住同澱粉類份量互相換，唔好又南瓜又粟米又芋頭，最後再飲甜湯，咁樣腸胃同血糖都會叫救命。講多少少屋企實操嘅細節，生熟分開係最基本。切南瓜嘅砧板同刀，冇啱啱先切過生肉又未清潔就攞嚟用。煲羹前嘅攪拌棒要過熱水，避免殘味。食剩嘅南瓜羹，第2日再飲，記得滾透。放雪櫃唔好超過48小時。烤南瓜角想脆啲，焗盤鋪牛油紙，表面掃少少油，入爐前撒一撮鹽，出爐即食最靚。
有時朋友會問我體質唔算熱，但成日脹氣，食南瓜會唔會唔啱？如果你腸胃比較敏感，第一次就唔好食太多，先食幾件，感覺順就慢慢加。同餐盡量少澱粉，配蛋白同埋蔬菜，幫助消化。另有朋友問我中意落醋提味，咁點算？可以喺焗南瓜角上台前滴2-3滴意大利黑醋，唔好落鍋煮內，或者用檸檬汁代替，清香之餘對營養影響較細。做一個冷門但係重要嘅提醒：南瓜苦唔苦？一咬入口，如果苦得好明顯，唔好死忍，唔好諗住加糖煮內就解決，因為可能係葫蘆素過高，直接掉，唔好心痛。買瓜嘅時候可以先向檔主試切一小塊邊位，唔係每檔都肯，但問咗無妨。熟客通常容易講數。如果你中意用南瓜做麵包或者糕點，都要記住控糖控油。南瓜泥本身有甜味，糖量可以減半甚至減更多。油脂可以部分用原味酸奶代替，口感都仍然柔軟。早餐一片南瓜麵包，配蛋白質，例如水煮蛋或者無糖乳酪，再加碟沙律菜，已經幾均衡。家庭有長者或者小朋友，煮南瓜嘅時候注意大小適中，避免太硬或者太糊。小朋友食嘅南瓜羹可以少少加紅蘿蔔提色，但係記住唔好同菠菜長時間一齊煮。長者牙口唔好就整滑身啲，少油少鹽，容易入口。要照顧腎功能較弱嘅家人，就要避免高鹽高糖嘅做法，選清淡版本，份量少少就好。講到尾，南瓜係親民又溫柔嘅食材，只要識得控量、識得配搭、識得避開幾個坑，基本上係好朋友。6個禁忌唔係要你嚇親自己，而係提醒你點食先至叫啱。唔好硬冚，唔好貪多，唔好貪快。錯峰減量分餐已經解決大半問題。3類人群胃熱熱燥、尿路感染發作期、葫蘆科過敏就更加要小心，唔舒服就停口，記得揾醫生。最後再收重點，等你落街買餸有底氣。南瓜好處多，通便、護胃、抗氧化、助睡眠，但係本質係澱粉，總量要控。糖有檔主識處理，等量扣返飯面。禁忌配搭幾低。羊肉會燥，燥會令到營養打折。菠菜嘅維 C 容易被分解，番薯容易脹氣。大型海魚或者高致敏海鮮要小心。紅棗粗纖維配粉耐熱劑。買嘢就揀重身、冇面、冇異味，有苦味即棄。洗就流動水加刷仔，連皮煮前快浸。切就平穩，刀利板乾。煮就蒸焗燉，少糖少油。收就完整唔雪。切件快食，羹嚟密封。食療始終係輔助，唔係治療。身體又唔舒服，第一時間揾醫生。平日用常識配餐，慢慢養成穩定習慣，南瓜就會成為你餐台上溫柔而踏實嘅拍檔。唔煩唔亂唔中伏，慢慢食出安穩同埋踏實。